我辛苦了呢，变苦多么苦啊！插管啊！你看手都要绑起来了，手都弯成这个样子了，手都要绑起来。你看，看天气太热还是什么原因？皮肤会不好啊。你看皮肤，辛苦啊！来看看活像啊，看看活像啊，增加正能量。西方三圣啊，三宝佛啊，释迦牟尼佛、药师佛、阿弥陀佛，还有五大菩萨：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地藏菩萨、弥勒菩萨、四大天王、两大护法、韦陀尊者、伽蓝尊者，还有上面的迦摄尊者、阿难尊者，还有善财良善财童子、良女、龙女、龙女善财龙。龙女善财龙女，道明尊者、道明功长者，功德，做功德回向去世佛庙、去世书店回向，完全借助回向家己本人啊妈妈本人啊，身体健康啊，心境平静啊，心不贪乱，意不颠倒，如入禅定啊。唔通郁做，唔好艰苦啊，心境平静啊。